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即马是当咧巴拉圭访问，而且也有去拜访着总统贝尼亚。这贝尼亚是来强调会来捍卫两国之间68档的友情，也表示讲，伫今年8月时阵会来接见咱的总统赖清德。即马根据这了解，咱的赖总统呢，今年8月时阵是会去到巴拉圭、瓜地马拉，也有贝里斯，而且迈过境着美国的纽约甲德州。也毋过，咱总统府目前也未有相关的说明。 和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热情握手含小揽，外交部长林佳龙带领企业代表团伫巴国访问。贝尼亚衷心坚定捍卫台巴68年的邦谊，而且讲会伫8月接待总统赖清德的到访。Quiero cerrar mi intervención nuevamente agradeciendo al canciller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, agradeciendo a los empresarios que han venido. Nos preparamos con ansias y con mucho afecto para recibir al presidente Lai en 30 días. 根据平民媒体因消息人士的讲法，这次赖总统8月会进行上任了后第2摆的出访，拜访中南美洲3个友邦巴拉圭、瓜地马拉和贝里斯，而且第1摆对美国本土来过境，分别是纽约和德州的达拉斯。不过总统府讲还未有相关说明，若是有确定安排，会随向国人来公布报告。 我国友邦元首邀请赖总统赴访，是彰显两国的邦谊紧密友好的表现。而安排高层的出访一向都是外交部的重点工作，但是外交部目前是没有元首出访的相关资讯。后续如果有确切的安排，将由总统府适时的对外公布说明。 其实，赖总统在2023年做副总统的时阵，就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出访巴拉圭，参加贝尼亚总统的就职典礼。迄当阵是对纽约和旧金山来过境。即马伫川普2.0的时期，赖总统搁一摆过境美国，相关过境规划和接待规划，一定会变作各方关注的焦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